找落來是都可能嘅題型2對話理解題。題型2對話理解一樣分為圖片題和純音檔兩種類型。因為每一段對話理解的題目都比較長，會需要更多的時間記憶跟理解，所以我們一定要利用題目會播放2次的機會，分階段來解題。我們可以這麼做：1. 先看圖，先了解有哪些選項，讓自己有心理準備。2. 聽第一遍的重點要放在題目最後問什麼，因為音檔在第一遍播放的時候，你可能會來不及聽清楚全部的內容，所以可以先記下最後的問題。3. 等到聽第二遍的時候，重點就要放在抓取對話內容的關鍵詞，掌握關鍵詞才能順利選出答案。現在我們就利用剛剛的策略來做下面這道圖片題。按成類觀察一下下背裡3種圖。第一種，讓起來是做台飛；第二種是風動台；第三種是綠色。接着我們聽第一遍音檔。前幾日有落雨天，聽講一年中，係嗎？係啊，聽講停班停課咧。請問做乜解會停班停課？大家還記得我們聽第一遍音檔的時候，重點要放在哪裡嗎？就是確認題目最後的問題。請問做乜解會停班停課？為什麼會停班停課？接着我們聽第二遍的時候，就要去對話裡面找停班停課的關鍵原因。前幾日有落雨天，聽講一年中，係嗎？音檔說前幾日有落雨天，前幾日雨下不停，所以最有可能導致停班停課的原因就是水災。所以按所線提這種圖。